这个总统府起到今年嘛是满100年。4月初6，凯达格兰大道将要举行音乐会，由台湾交响乐团来串联，邀请到歌手甲乐团来表演。创作歌手郑义龙用吉他自弹自唱，这款嘹亮声音，今年伫总统府音乐会嘛听会到。就选伫4月初6，凯达格兰大道有一场音乐响宴，高迪融合流行加上视觉的特效，马上引起关注。今年适逢总统府建筑100年的特展，所以我们这一次把总统府音乐会搬回了总统府。今年由中华文化总会策划，以共同的记忆人民的总统府为主题，分作地、人、心、之美3大部分。摇滚乐团被火起，乱弹阿翔、3部1拢有演出。曲目的选定就是以土地为主，写我自己的创作歌吧，得跟交响乐的合作。3部1目前嘛为4月12日伫2厅的演出加强练习。林生祥受邀请演唱电影《大不普拉斯》的片尾曲，嘛有讲到对未来台湾音乐的期待。现在台湾这个环境是可以非常的自由，不需要被人干涉。我希望我们在这块土地上能够永远拥有这样子的一个创作的自由度。也有不少跨界合作，包含台湾念歌国宝杨秀卿老师，加上老师 DJ 歌手李英宏，相当多元。除了邀请民众来欣赏，嘛要将台湾音乐撒向国际。欢喜会伫4月初7下午9点到12点完整的转播，做伙来感受音乐之美。4月6号晚上7点到9点，邀请您到总统府来一起听听歌。